好先跟我摸下吻一吻。如果我露出了真身，可會被抱緊？驚破壞氣氛，誰都不知我心底有多暗。如本性是這麼低等，怎跟你相襯？情人如若很好奇，要有被我嚇怕的準備，試問誰可潔白無比？如何承受這好奇？答案大概似剃刀鋒利，願赤裸相對時能夠不傷你。當你未放心，或者先不要走到這麼近。如果我露出斑點滿身，了解星途瑶光 CDM 詳細的車型配置等相關信息，你可以打開懂車帝 App 搜索。